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客家新闻插枝。今年节目的前两集单元，我带大家去中国陈村看观澜办花村同太湖油花村。陈村市同香港系两隔壁，是中国庆祝嘅经济体系，同公主市享用是中国讲的副省级都市。而能够创造一类专有名词，按到陈村属土。1979年，中国实施改革开放过后。中国政府同陈村看作改革开放的试验片。陈村对于这西营村短短32年，变作更加流通人口超过1500万的铁态都市。那个陈村有200万的客人哦，是中国客家移民迁到的都市，都竟含有200处的客家微凉屋同碉楼，用观澜体系做例的，在陈村市政府的铁皮保护下。乡邻人同乡村人为主的客家老总头，变做中国的办法集体。也2礼拜的专题，我们带大家去看啊，也到200年的客家老总头同为良屋，是用来保留下来的，用来变做艺术产业的指标。体现我们的人工陈村世外桃源的观澜，看那几道客家老屋。头2日早晨，一群小朋友来参观牛湖太水田的办花村，一起来做头老总头广场搞起来嘅。上那头几百年前，同样做头一鬼片的拍相书带下，这样是总头的小朋友可能没系按样搞得呢。几百年过去咧，这样是客家太堂屋也系保存得当好，还有很多的系当过艺术气息。当你走进了这个村子之后呢，你也会被这一片这个有特色的古民居所吸引。我们也一样，当时我来的时候呢，也为这个村子这个比较独特的这种建筑方式、这种布局、这种格局，包括这种格调所吸引。那么随着我们开发和这个建设的深入啊，我们也接触到了一些专家。那我们接触的过程当中，我就发现呢，这一片民居啊，特别有内涵。这样是牛湖太水田，除了总头做田，几百年下来，总头啦天球的关系还是无改变。一到春天春景，韩国国土都市化陈村，还正经的是当难得的事情。对天空看得老总头，讲都讲唔得。对地理位数来看，陈村兼香港，观澜喺度陈村市量化新区，咪做喺陈村的北片。事实上，几只陈村的北片，到1979年中国改革开放之前，算係保安院、老非族2隔壁嘅，对江西、福建、老广东山區來嘅行人，幾百年前大量駛過來，主要係老康熙年間實施嘅前海福建有關。簡單來講，做重新開墾，包含觀澜、老總頭、鄉鄰老鄉村嘅家畜，代替做係按樣來嘅。廣東的客家。它的形成主要分布区是在今天我们的龙岗区、平山区、龙华区、观澜这块地区。那么这块地区北边就接到惠州，再往北就是广东的梅州、新林这一带。而他们迁到这块地区，在这种复垦的这种指引下相应，它也不是讲全部就是一种形式来的，它有多种形式进入这块地区。一下觀澜市區差來來去去，幾隻觀蘭人口突破8萬3人，做就看唔到這樣是種下樣嘅。韓國陳村嘅城市發展案件，為咗配合發展嘅需要，難免會太窄太細。因為鄉鄰老鄉村嘅觀澜牛湖老總頭，做到亞洲青態觀澜高爾夫球場順條冇幾遠呢，本單頭開發嘅過程做拆體咧，就中國幾條講法就係做本人唔可行嘅利用。當時當地政府啊，在做文化普查的時候，就發現有這麼一個客家古村，保持相對比較完好，而且周邊的這種人文生態啊，都比較珍惜，而且呢，大家都覺得值得保護。另外呢，就是作為觀澜來講呢，客家人、客家文化，這個對觀澜這200-300年的影響很深遠。當時的這些民居的話呢，基本上也沒人居住了。他們因為慢慢這個富了以後啊，就離開了他們這些祖屋，就開始在周邊建了很多他們自己的房子。其實當時的李濟城呢一片廢墟，最早我們去看過，
任何还没动的时候，走都走不进去。完了进去看，就基本上你就觉得完全被淹没在那些杂草啊什么乱石丛中了，你就看不见了。打出橄榄變作中國的辦法具體，其實唔係調試線呢。照理來講，一隻嘗試建立時間按段，當然有所講嘅文化基礎。對2004年第一屆中國國際文化產業博覽交易會，咪做嘅文博會同陳准舉辦過後，陳准開始前文化歷史項目，請嘅陳准文聯同中國美術家協會合作，咪拿牛湖村嘅太水田一路裝頭做得做馬嘅喏。相等就想到誒，也特別拄好係中國新文化運動時期有名嘅版畫家陳延橋嘅落鑊。牛湖村其實為什麼當時會想到這個呢？一個是深圳的大背景，他當時為了文化的整個的文化歷史嘛，當時提出了這個，是吧？完了呢，就肯定要找出很多的怎麼來打造深圳的這個文化的這個影響力，他要找項目，對不對？完了，因為人家都不說嘛，深圳因為建設時間比較短，而且以前是個小漁村，所以在文化上面的話呢，就是比較沙漠了，就是說沒有太多的很響亮的東西。陳延橋先生呢，是上個世紀30年代跟魯迅先生一起做這個文化運動、新文化運動的一個優秀的藝術家，是一個著名的版畫家。這個在新中國成立之後，成立之後呢，在這個上海和廣西都做過美術和文化界的領導，是一個比較有影響的版畫家，這樣呢就有了一個版畫的元素。規則橄欖辦法村的核心係相鄰老鄉村兩隻老莊頭鬥起來嘅，也大約有200人間很多嘅古建築，面積有31.6萬平方公尺，每做強強嘅10萬平。建築年代大概係對清朝中期歷史略熟悉嘅，陳延橋嘅落鑊做頭順頭冇幾嘢呢。我們在改造的過程當中啊，我們尊重當地的這種傳統，尊重這個客家民居的這種特色，沒有去大拆大建，而且根據當地的實際情況，從這個滿足和保護當地村民的利益出發，採取增租結合的方式，對這個村子的房屋進行了產權的梳理。唔係種嘅田。嗰間種田咧喎，要條田來喎。哦，嗰下係是講辦證書嘅係嘛？啊政府證書都唔係證書，租嘅，我租啊，5年，政府嚟支持太水田嗰邊啊，花咗得好嘛，同志。80人歲阿婆馮慶雲係梅竹市法院行人，嫁到陳鑊，後生時節還係個老莊頭。佢也喺度富區呢，包含佢妻女，當到相鄰老鄉村嘅後代人，還喺街上度莊頭度行聊聊。以前人家陳墓入邊差唔多一道夫啊，差唔多係多年啦。300多年啦。家幾樣時講要當鬧年冇一片啊？啊？一片幾樣時要當鬧年冇？鬧嘅。同2006年陳准文博會過後，陳准市政府證書拆退嘅富區內影響景觀嘅阿言變化，保起嚟老莊頭嘅沿用，將保留客家文化和發展藝術基體結合強下，希望用辦法來做老莊頭嘅新發展，未味道也錯幾百年老莊頭加係新嘅生命力。我們寶華基地的這邊兩片古民居啊，是非常具有客家民系建築的特點。包括它的祠堂，包括它的布局，包括它的建築方式，以及它的這種碉樓、水塘、古井的布局，都非常符合客家民居的這樣的一個文化。第二所在辦法村的碉樓，佢差唔多4層樓安過，當過當到窗口，看得出頭班人為到當到本人打落來，佢作為當到防疫設施，同當過看得下去，規則裝頭清清楚楚。像一種碉樓，辦法村總共有3棟，佢嘅樣式落去嘅年代都冇共樣。實際上，相鄰係廣東開平嘅行人，開平嘅碉樓不但就當有名，也還有1833棟碉樓。同2007年，開平嘅碉樓主辦聯合國教科文組織評作世界文化遺產之一。對碉樓嘅特性來看，橄欖確實係同陳准受到客家文化影響較大所在。像這種碉樓啊。當地人叫炮樓，
它一开始呢是起到一个防御的作用，后来呢变成了一个经济实力的一个象征。那么观澜这个地区有这样保持比较完好的碉楼，有114座。那么通过我们看到观察这个碉楼的这种布局和它的这种数量，就可以看到观澜这个地方曾经是一个比较富庶、比较繁荣的一个地方。人家行到民国地步啊，人家发现一地步有几百年的历史，人家台牌没当起位啊，行以来落落靠靠的，看来随时会废铁样的。也搭配一般的民屋有2层楼，台牌咩100年以上的古董诶，虽然还係当菜，平常时间咩冇对外开放。也喺辦花村係將相鄰的老莊頭提供俾駐村的外國式藝術家來學，鄉村的老莊頭係專做中國國內藝術家部落，搭動物嘅最佳背後嘅故事。比如講，一座龍門司機講係陳鳳年出幾年，天拿下八卦獎，頭年提供生化用水，故所係好演講。我们现在所在的区域呢，是我们提供给艺术家住的这样的一个西区的国际艺术家村。我们基本上是一个艺术家就安排一栋这样的房间。这样的房间呢，我们是一个外表是一个老房子，一个客家的一个岭南的古民居，里边的话是我们经过一个现代的一个改造，以酒店的方式来打造的这样的一个客栈式的这样的一个家庭式的这样的一个旅馆，专门提供给邀请过来的艺术家住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地方。其实很多人来的到了观澜版画村的话，是以版画的名义，其实去看那个古村落，而且有时候到古村落里面走走那种感觉啊，你就有一种穿越的感觉，真是这样的。而且我有一年春节，我带着家里小孩什么，在古村落里面住过一段。一个春节的时候啊，感觉特别好。到了晚上出来，一走一走，那种马上回到了过去。陳尊將客家老莊頭打造變做中國的版畫基地過後，當年就上來幾十的外國版畫家，對澳洲來的改意係頭一擺去到中國，當中以觀澜安靜的環境。And also very lucky because we have the culture as well. We have printmaking and we have the culture with the houses. And I couldn't begin to imagine what they would look like or how you would live in them. They're very big inside and very interesting, the architecture. See, Australia, we don't have many old things, not old buildings. 它比较有意义的，它是一个客家普通人、普通的老百姓生活、传承、居住的这样的一个地方，更能够体现一个客家文化和客家人这种几百年来这种艰苦创业，而且这种文化传播，包括对当地的这种建设、这种影响的这么一个缩影。我们经常都非常自豪的来了一些，不管是版画家也好，艺术家，甚至一些跟艺术没关的人，来到深圳，我们都有愿望带他到那去走走。一个是了解版画是其一，其实有时候我们就对那边的古民居这块东西啊，哎呀，觉得这个是在深圳这个地方能够居然还有这么一块地方可以让人家看。半夜時睇同步，也特別早得本人看到嘅係，原來行人向南西到華海地區留下來老莊頭，同都市發展安家嘅世界，還早得用藝術嘅程度來構圖，完整的保留下來。我們在建設這個古村過程當中呢，也特別注重挖掘和保護客家相關的這種文化。我們希望通過我們的保護，通過我們的挖掘呢，能夠為今後當地人也好，還是學者也好，研究客家文化、體驗客家文化，包括領略祖先生活的一些細節，留下一個活化石。這個版畫村現在叫版畫村，其實呢，你說版畫成就了這個地方，讓人家知道，甚至我應該反過來說，還是這個版畫村本來它有這一塊，它成就了這個版畫。